在厝内底若有身心障碍较特殊的囡仔，父母就要开搁较侪时间甲气力去陪伴囡仔大汉。为着要减轻家长的负担，有社福团体设立照顾中心，提供这高中毕业身心障碍囡仔需要，嘛，互父母有家己的时间通休喘。 家伫手中的饼分互爸爸做老爸是真欢喜，嘛真感动。孙爸爸有2位自闭症的囡仔，伊讲照顾的过程是足辛苦的。为着囡仔的未来，伊讲上重要的是父母爱心行出来，囡仔才有希望。我有2个囡仔，啊，2个囡仔拢自闭症，人斗3工其实嘛是甲我家己斗3工。我就感觉讲我毋是讲每工就一直咧做照顾囡仔的代志，我嘛开始照顾我家己，来照顾别人。3、2、1，揭牌！ 真侪有自闭症、过动症，也是行动无方便的囡仔，伫高中毕业了后，就无所在通去。民间团体天使心家族去一栋新的大楼，提供一寡身心障碍的囡仔，伫日时的时有运动、学习、甲休困的空间。我们其实就是白天的时候，父母上班的时候8点左右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到这里来。我们会有一些个别化的课程，然后还有一些律动啊，还有一些维持生活机能啊，甚至是进步的一些课程。天使心家族的2位创办人本身嘛是特殊囡仔的父母，真知影要安怎帮助这款家庭，爱心帮助父母。因讲照顾父母的心情是上重要的，有人分担来照顾重担，才有法度一直行落去。天使心家族打造一个舒适的空间，鼓励父母来这放轻松，交朋友，将家己的心情照顾好势。 才有气力帮助这寡囡仔行向未来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